人這一輩子行到某個階段，最怕嘅唔係冇錢，唔係生病，而係一樣你根本諗唔到嘅嘢。手機嗰啲小組件、貴重物品、銀行戶口嗰串數字，呢啲數字都唔可怕。一個數字真正令人害怕嘅係，明明一家人坐喺同一張台食緊同一煲飯，但每個人心裏面都隔住一道牆。你自己可能都唔發覺，好多家庭早就變到冷冰冰，日復一日，父子之間生出疏離，夫妻之間沉默到令人窒息。真正令一個家慢慢變冷嘅，往往唔係啲咩大事，就係一句話，一句聽落好似好平常嘅話，講嗰個人以為冇乜嘢，聽嗰個人卻記咗好多年。人到晚年最難受嘅，往往唔係憎人錢，而係口災憎人錢。勤力啲，慳啲使，總有還清嘅一日。口災傷到人心，講出口嗰一刻，劫難就已經住咗入人心入面。你以為時間會沖淡一切，但係隔咗10年、20年，對方表面笑騎騎，心裏面仍然記得古人講：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。呢句話聽落簡單，但你越老越會明白，你把嘴真係一道門，講得好，屋企就充滿和氣，子孫願意親近；講得差，屋企就充滿怨氣，是非纏身。連本嚟愛你嘅人都會慢慢推後一步。好多老人家以為自己成世人捱得咁辛苦，講幾句重話，家人應該要體諒。其實人心入面感激你養大仔女還係一回事，俾你言語傷到嘅痛苦又係另一回事。感激同痛苦係可以同時存在噶。你知道自己辛苦，但別人都會因為你一直講嘢難聽而難受。你同老伴含辛茹苦幾十年，但你日日埋怨，日日責備，就會消磨晒呢份緣。緣分唔係銅牆鐵壁，緣分最怕日日用惡語去磨，用怨氣去衝，用冷言冷語去削。所以今日我唔講太高深嘅道理，唔講太複雜嘅方位，亦都唔講邊個生肖今年行運。今日淨係講一樣最貼心，亦最容易被忽略嘅風水，就係你把口裏面嘅氣場。你打掃乾淨大門口，我當時仲講究廚房佈局，呢啲只係表面功夫，真正嘅風水在於你每日開口講嗰一句話。你一句話可以令到屋企亂七八糟，你一句話亦都可以令到屋企和睦安寧。天地之間，萬物皆有氣，山有山氣，水有水氣，人有人氣，物有物氣，而講嘢都有講嘢嘅氣。一句好說話好似春風送入人心，俾人力量；一句惡說話好似寒霜落喺心上，令人慢慢封閉自己。人到晚年更加有明白呢一點，唔係所有心裏面嘅苦都要即刻倒出嚟，唔係所有不滿都要用最衝嘅語氣講出嚟，唔係所有真話都一定要赤裸裸咁砸落對方度。今日想同大家慢慢講一講，人生下半場有8種說話，最好一世都唔好輕易講出口。呢啲唔係迷信，亦都唔係啲咩條條框框。呢8種說話表面只係一句話，實際上係8種氣。講得多會損耗自己嘅精神，趕走身邊嘅福氣。你如果能夠由今日開始留意，少講一分，心就靜一分；好客留一分，福就留一分；人氣順一分，屋企就安寧一分。第一種絕對不能輕易講出口嘅說話，就係喪氣說話，成日貶低自己，否定自己，懷疑自己嘅人生價值。好多老人家一唔順心就會講：我老啦，冇用噶啦，活着都冇意思噶啦，死咗就算啦。呢個世界已經唔需要我噶啦。講嗰一刻，可能只係想人哋關心下自己，想得到少少安慰，想老伴望多自己一眼。但你要知道，這種話一出口就好似一陣黑霧冚落嚟，將屋企人嘅心都包裹住。家人最怕聽到呢種說話。你講一句我老咗冇用噶，講一次家人會心痛，講10次家人會擔心，講100次家人會攰。呢個唔能夠怪佢哋冇良心，而係人嘅心腸，其浸喺陰冷嘅氛圍入面都會無力招架。有老人家日日講喪氣說話，仔女反而驚翻嚟。本來想翻嚟食餐飯，成晚聽到嘅都係人生冇意思，活着好辛苦，做人好失敗。久而久之，佢哋喺翻嚟之前個心已經沉咗一半，慢慢電話少咗，探望少咗，未必係嫌棄你，而係因為每次靠近都覺得自己被一團灰氣包圍住。語言係有能量噶，長期講消極嘅話，成個人嘅精神狀態都會受影響。人到咗晚年，你一定要明白自己未必大富大貴，未必有啲咩大成就，但至少唔好日日否定自己嘅價值。你可以將今日身體唔舒服
換成我試下，慢慢嚟。你可以講我雖然老咗，但個心仲想學嗰啲嘢。你可以講年紀大咗有啲嘢做唔嚟，但總算可以講幾句暖心說話，留一份好意俾家人。冇氣人嘅話，屋企先至聚氣。第二種都係差唔多，就係怨氣說話。講得多唔單止令家人難受，自己個心都會信以為真。人最怕嘅唔係人哋睇唔起自己，而係自己日日用自己把嘴將自己推入黑暗。你成日話自己冇用，慢慢就真係越嚟越冇心機。你成日話人生冇意思，眼前明明仲有路，都會覺得無路可走。晚年真正嘅修行唔係要求自己日日開心，而係唔好用把嘴剪斷自己嘅生機。但仲有一種要小心嘅說話，因為怨恨人哋嘅話，怨老伴唔體貼，怨仔女唔幫手，怨命運唔公平，怨天怨地怨人。怨話講出口，最傷嘅未必係對方，你以為出咗一口氣，你以為潑向人哋，其實最先着傷嘅係自己嘅心。一日怨兩日怨，積落嚟嘅怨氣一樣傷身。好多夫妻最容易陷入呢種境地，屋企裝修得鬼火咁靚，心態卻差晒整齊乾淨。但喺呢種環境下，仔女唔怨打電話翻嚟，怨老伴唔識做人，怨老伴唔尊重自己，怨老伴後生嗰陣唔識賺錢，怨兄弟姊妹分家產唔公平。講講下，成個家嘅氣就變得好重。嚟嘅人未必真係發生過啲咩大事，但會覺得周身唔聚財，因為怨氣係有殺傷力㗎。講得多怨話，食飯都冇滋味，飲茶都唔香。怨表面上係指責人哋，實質係自己放唔低過往，唔係因為記性好，而係你日日用把口再講一次，等傷口再流一次血。有人問我講出嚟個心會舒服啲，點解唔講得？但你要分清楚，表達難過同持續怨恨係兩回事。你可以講我當年真係好難過。你可以講呢件事我從來未完全放低，你可以講我希望以後大家能夠好好相處，你只需要表達出嚟。怨恨係另一回事，怨恨係有刺㗎，係想人內疚，想人低頭，想人承擔你所有嘅苦。呢種話講得多，關係只會越拉越遠。人到晚年要學會將怨恨轉化成明白，唔係要你原諒所有人，而係要知道自己剩低嘅日子好珍貴，唔值得日日同舊怨糾纏。屋企最怕有張舊賬單，日日攞出嚟數一次。你沉默嘅次數多咗，仔女就唔想翻嚟噶啦。唔係因為佢唔知你辛苦，而係因為佢知道一翻嚟就要接受審判。屋企本應係除低盔甲嘅地方，如果變成審判台，最後幾咁孝順嘅人都會驚。第三種說話就係惱怒說話，一粒難聽嘅說話，往往最多平時唔敢講嘅，火氣一上嚟，全部倒出嚟。你冇良心，你成世都冇出息，我真係後悔生咗你，我同你幾十年真係白白嘥晒。呢種話講出口可能只係幾秒，但聽嘅人記住嘅可能係成世。有啲傷係唔會有血流出嚟噶，所以大家以為冇事，其實裏面已經裂開咗。惱怒說話之所以得人驚，係因為往往衝住最親近嘅人落手。你對住愛人會忍，對住隔籬鄰舍會客氣，對住朋友會留翻幾分面子，但反而翻到屋企對住仔女同老伴就將最硬嘅語氣、最重嘅字眼全部掟出去。點解呢？因為你以為佢哋唔會走，正因為覺得佢哋唔會走，所以先至可能傷得更深。外人聽到你講難聽嘅說話，擰轉身就走；家人聽到只能夠留低，將難受吞落去，繼續叫你食飯，繼續照顧你。繼續做一個好似冇事嘅人，但人心裏面都有一本賬，未必知仇，但一定知痛。你每一次惱怒，對方都未必反駁，但喺個心裏面會退後一步，退一步可能仲親近，退10步就遠噶啦。退到最後，佢依然會盡責任，但唔會同你講心事，依然會俾家用，但唔會再同你談天說地，依然會過節翻嚟食飯。但食完飯就走，到嗰個時候，老人家覺得把口孤單，身邊冷清，其實未必係別人變咗，可能係多年嚟俾一句又一句惱怒說話推到去門外。人有情緒係正常嘅，但永遠唔好喺嬲到上頭嗰陣講嘢，守住關口，到頂唔順嘅時候可以行開，可以飲杯水，可以沉默一陣，可以講我有啲嬲，等我冷靜下先再講。呢個舉動比100句責罵更有力量。因為你守得住最危險嗰一刻，好多家庭嘅命運唔係毀喺大事上面，
而係毀喺一個人惱怒嘅時候，願唔願意收一收把口。第四種要記嘅說話就係長期擔憂嘅話，有人一開口就係驚病、驚窮、驚仔女，唔理驚，將來冇人照顧驚，世界亂驚，物價貴，驚醫藥費，驚今日驚聽日，驚到成個人冇一刻安寧。擔憂本來係人之常情，尤其年紀大咗，經歷世事無常，知道人生唔係樣樣可以控制到，個心有擔心一啲都唔出奇。但係如果將擔憂變成每日嘅語言，成個家嘅氣就會被拖落去。擔憂有一個特點就係會傳染你，日日問點算，將來點算，病咗點算，錢唔夠點算。屋企人本來有7分力都俾你講到得翻3分，尤其係啲仔女喺外面已經有壓力翻到屋企，如果仲聽到一堆擔憂、一堆驚、一堆未發生嘅災難，佢個心會好攰，唔係唔想聽你講，而係佢會覺得自己永遠安撫唔到你。一次安慰完，聽日又再驚，聽日安撫完，後日又再驚，慢慢佢就少開口噶啦。因為講咩好似都冇用，擔憂說話講得多，會令到嗰啲未發生嘅事喺個心裏面發生咗100次，病都未到，心先病咗，仔女都未行遠，自己先覺得被遺棄。呢個唔係環境嘅問題，而係自己心裏面嘅消耗。一個人日日擔憂，就等於將道大門打開，俾好嘅能量每日流失出去，上天俾福氣你，你咁嘅心態都留唔住。要改掉擔憂嘅習慣，唔係叫你扮冇事，而係將驚恐轉化成安排。唔好日日講將來病咗點算，可以講我而家要好好保養身體。唔好日日講錢唔夠點算，可以講我哋要學識節制，慢慢安排。唔好日日講仔女會唔會唔理我，可以講我要同仔女保持好關係。唔好用怨氣綁住佢哋。你睇，同一個擔心，換一個講法，就由消極變成咗積極。人到晚年最需要嘅唔係日日擔驚受怕，而係用清醒嘅心安頓好可以安排嘅事，放低暫時未能控制嘅事。講到呢度前半段，4種說話，喪氣說話、怨氣說話、惱怒說話、擔憂說話，都係消耗自己嘅話，未必即刻帶嚟大禍，但會慢慢令一個家冇晒溫度。你可能以為風水係擺設、係方位、係物品，但我見過好多屋企方位好，擺設齊全，卻依然紛爭不斷，依然冷冷清清。因為真正嘅氣場唔在於物件，在於人心。人心亂，間屋就亂；人心亂，間屋就亂。日日講慈禧嘅話，再好嘅擺設都聚唔到一團和氣。第5種絕對要小心嘅說話，就係炫耀嘅話。人有好事想分享係人之常情，仔女有成就，自己身體好轉，投資賺到啲錢，心裏面高興想講俾人聽，呢個冇問題。但分享同炫耀只差一線，分享係帶住喜悅，炫耀係帶住高人一等。分享令人替你開心，炫耀令人心裏面生氣。古人講物極必反，月滿則虧，水滿則溢。人太滿就容易招致損失，尤其到咗晚年，更加唔好喺人哋面前誇耀自己仔女俾咗幾多錢自己幾咁旺，自己識得咩貴人，自己條命幾咁好。你以為當閒話講，其實可能惹嚟妒忌，亦都可能令自己失晒分寸。財不露白，福不張揚，呢個唔係迷信，係人情世故。你越炫耀越容易招嚟2種氣，一種係人哋嘅酸氣，一種係自己嘅嬌氣。人哋酸你未必知道，知道自己驕傲咗，一定會心浮氣躁。人一驕傲就講大話，容易輕視人哋，容易唔識收斂。今日講自己仔女最孝順，聽日仔女稍微疏忽少少，你就覺得冇晒面子。今日講自己好有福，聽日遇到啲小挫折就怕人笑話。炫耀其實係將自己擺喺高處俾人睇，企得越高越驚跌。真正有福嘅人講嘢有分寸，唔係冇喜悅，而係喜悅裏面有謙卑。學識講妥大家嘅福，暫時平安。學識講各人有各人嘅難處，能夠翻嚟食餐飯，我已經好感恩。學識講年紀大咗唔求太多，只求日子安穩。呢啲說話冇刺激冇稜角，反而最聚氣。福氣最終會停喺謙和嘅人身上，因為謙和嘅人唔招風，張揚嘅人福氣就俾風吹散晒。第6種說話就係故意傷人嘅話，呢種比惱怒說話更深一層。惱怒說話係一時火氣，傷人嘅說話係你明知對方邊度痛，偏偏專登刺落去。譬如明知仔女事業唔順，就話你成世冇出息；明知老伴身體差，就話你簡直拖累人；明知新抱同自己相處緊張，就話你始終係外人。
明知個孫讀書壓力大，就話你將來有鬼用咩？呢種說話唔係批評，係傷人。人心有尊嚴，年紀越大越要明白，唔好以為做長輩就有權用說話去刺穿人。真正嘅威貌唔在於聲大，唔在於講嘢狠，唔在於識得刺人，而在於你開口，後輩願意聽你沉默，後輩都尊重。尊重係靠口德換翻嚟噶，尊重係靠多年嘅厚道積聚翻嚟噶。好多老人家個心其實好愛錫仔女，但講出口嘅全部都係刺。你想仔女上進就鬧佢冇出息，你想老伴關心你就鬧佢冇良心，你想晚輩尊重你就用說話將人俾落去。結果你個心裏面嘅愛傳到對方耳邊已經千瘡百孔，對方聽唔到愛，只聽到傷害。時間耐咗，邊個仲有氣力去解讀你背後嘅好意？大家只係記得你表面把口難聽。傷人說話最得人驚嘅地方係，受傷嘅通常都係親人，外人未必俾機會你傷害第二次，親人才會留喺身邊，一次又一次承受。你以為佢冇反應，可能只係忍住唔出聲。你以為佢冇反應，可能只係將眼淚吞落個肚度。人到晚年，千祈唔好將親人嘅忍耐當成自己可以放肆嘅理由。忍耐係情分，唔係爭嚟噶。你要改掉傷人說話，首先要學識喺講之前問自己，呢句話講出口係想解決問題，定係想令對方痛？如果只係想令對方痛，就即刻停住，寧願沉默都唔好開口，把口守住咗，家庭先至和睦。都有人提醒過，人與人之間係有因果嘅。你用說話種下痛，將來收成嘅係距離；你用說話種下戀，將來收成嘅係親近。人與人之間其實好公平。第七種說話就係大話。後生嗰陣講大話，可能覺得可以過到骨，但到咗晚年，最珍貴嘅就係一個信字。老人家一生行到呢度，錢可以唔多，本事可以唔大，身體可以唔似從前，但只要人哋提起你講一句，呢個人講嘢信得過，已經係最大嘅福氣。相反，如果到老都令人覺得你講嘢唔夠真誠，心存疑慮，成日改口，咁就算晚年再風光，人哋都會打個折扣。講大話有一個苦處，就係一句大話要10句說話去兜。今日講咗一個唔真實嘅話，聽日就要記住自己講過咩，後日又要補多句。人老咗，精神本來應該用嚟養心、養神、養和氣，唔應該用嚟維持謊言。講真話有時難，但講大話成遠更難，因為謊言會令自己心神不寧，心不寧，氣不順，氣不順，福不聚。有人會辯解，我講大話係為呢個家好，唔想佢哋擔心，呢一點要分清楚。有啲事情唔需要樣樣講出嚟，呢個叫分寸，但刻意欺騙，令別人根據假消息做決定，就係冇分寸，仲會破壞信任。尤其係錢財、家產、病情呢啲大事，越重要越唔可以用大話處理，因為一旦爆出嚟，傷嘅唔單止係件事本身，而係大家對你嘅信任。晚年最怕咩？最怕仔女企喺你面前，個心涼咗一截，諗你講嘅到底係真定係假？最怕老伴望住你，唔知邊句話可以相信。最怕親戚朋友同你嚟往，處處提防。呢種日子好孤單，人哋信你就好似企喺一棟穩固嘅大牌入面，覺得安全，但冇人信你，個心就冇晒安全感。所以年紀越大越要簡單，唔知就話唔知，做唔到就話做唔到，唔方便講就坦然話唔方便。講出真實唔等於樣樣講，真誠係唔用假話去應付人，守住咗呢個信字，晚年就有一種清明之氣。別人同你相處唔需要估，唔需要防，你喺邊度，福氣就喺邊度。第八種說話就係泄露秘密嘅話。人到某個年紀，聽過好多家事，見過好多恩怨，知道好多別人唔想公開嘅事，呢個時候把嘴要更加密實。秘密就好似一粒火種，放喺個心度可以不着痕跡，掟出嚟隨風飄就可能燒成大火。自己嘅秘密亂講會變成自己嘅弱點，別人嘅秘密亂講會變成自己嘅罪過。好多是非都係咁樣嚟噶。呢件事我淨係同你講，你唔好同人講喎。講完一個又一個，每個人都話我冇同人講，最後成條街都知。你以為自己只係分享，其實已經破壞咗別人對你嘅信任。尤其是家庭入面，兄弟姊妹之間、兜里之間、親戚之間嘅私事一旦被傳咗出去，關係就好難翻轉頭。老人家最容易犯呢一點，因為日子悶，想揾人傾偈，想顯得自己知道得多，
就會唔覺意講多咗。今日講仔兩公婆嘅矛盾，聽日講女婆家嘅煩惱，後日講親戚嘅病情是非，講得好似好親近，但講完之後裂縫就留低咗。因為人一旦知道你好說，就唔會再同你講真心話，最後你聽到嘅全部都係表面客氣話。你想親近人哋，但你自己把口令到人哋唔敢親近，守住秘密係一種厚德，人哋信你先會講俾你聽，你守得住，人哋個心會感激，就算唔能夠日日多謝你，都會認定你係可靠嘅人。可靠係晚年好重要嘅福氣，被視為可靠嘅老人家，仔女願意同你商量，朋友願意同你嚟往，晚輩願意聽你意見。口騷嘅老人家，人人都見到都笑一笑，但人人個心都防住一道牆。講完啦，8種說話都講完啦，其實唔難記嘅。生氣說話、怨氣說話、惱怒說話、擔憂說話、怨憂說話、傷人說話、大話、褻密說話，呢8種說話睇落唔同，根源都係心唔安。心唔安，把口就亂，把口一亂，氣就散，氣一散，屋企就冷，屋企一冷，福氣就遠啦。各位不妨趁住呢個時候問自己一個好真實嘅問題，呢8種說話入面有冇邊一種係平時每日都會對最親近嘅人講嘅？有冇邊一句你明知講出嚟對方會難受，但依然忍唔住講？有冇邊一類說話已經變成你嘅習慣，習慣到你都已經唔覺得係傷人？人最難嘅唔係聽到道理，而係照見自己，照見自己講錯嘅說話，需要勇氣改正，先係福氣開始翻嚟嘅時候。點解人到晚年更加要守住呢8種說話？因為後生嗰陣講錯，可能仲有好多時間補救。後生嗰陣同人爭執，幾年後可以好翻。後生嗰陣傷咗人，後來總有機會用行動慢慢彌補。但人到晚年，一句重話，有時就成為留喺人哋個心入面最後嘅印象。你唔知道邊次見面會係最後一次，你唔知道邊餐飯會係最後一次同台，你唔知道邊句話會成為人哋日後諗起你嗰陣最深嘅記憶。所以越老越唔好講狠話，係因為你承受唔起呢個代價，亦都因為人生已經行到要留福嘅階段。後生嗰陣爭勝，晚年要爭氣；後生嗰陣求名，晚年要求安；後生嗰陣講嘢，晚年要講得令人心安。你將仔女鬧到唔敢行埋嚟，親情淡薄，有咩好處？你鬧到老伴沉默以對，換嚟一屋冰冷，有咩好處？你將親戚朋友嘅秘密當笑話講，換嚟一時熱鬧，失去成世嘅信任，又有咩好處？真正嘅風水係人與人之間嘅氣流動，屋企有冇好氣場？由朝早第一句說話開始，你一早起身祝願今日順順利利，一家人都覺得精神爽利。你一早起身就埋怨今日又係辛苦，一日身邊人聽到個心就涼咗一截。同台食飯時，你一句辛苦晒，普通白飯都有暖意。食飯時你一句點解又係呢啲餸？素菜再香都變味。講嘢係最細微嘅事，亦係最深遠嘅風水，因為會日日發生，時時累積，最後成為一個家嘅氣候。開口嘅時機都好重要。有啲說話係真相，但係咪而家一定要講？有啲說話係應該講，但應該用點樣嘅語氣講？有啲說話個心好苦，但要等自己平靜少少先講。順勢而行先係智慧，意氣用事，衝口而出往往就係禍端。所謂趨吉避凶，唔單止指喺外面大環境嘅時運，亦都係你開口嗰一刻嘅時機。講得太衝就傷人，講得太過就錯過。講得和緩就有化解。有時沉默唔係懦弱，沉默係保護自己嘅福。尤其係到咗最近嘅人，最親近嘅人，想炫耀都忍住，想傷人嗰陣停一停。一時之氣能夠停一停，已經係修行真正犀利嘅人，係句句都講，喺合適嘅時機，亦都知道邊句話講出嚟會傷人，所以唔講；知道邊句話留喺個心度過，一晚就會變淡，所以唔急；知道邊句話換個語氣講，關係就有轉機，所以諗住慢慢講。保持口德，唔係要你扮好人，而係要你學識將個心裏邊嘅苦容唔傷人嘅方法表達。你可以講難過，但唔好咒人；你可以講辛苦，但唔好講喪氣說話；你可以講不滿，但唔好用惡語；你可以提醒人哋，但唔好譴責人哋；你可以保護自己，但唔好用大話；你可以聽人哋心事，但唔好到處傳。呢個就係口德。口德唔係口才，口才係令人覺得你厲害，口德係令人同你相處覺得安心。
人到晚年最怕晚景，孤單。孤單唔一定身邊冇人，有人身邊好多人，但個心好孤單，因為大家只係盡責任，冇真正親近。有啲人身邊人唔多，但晚景溫暖，因為佢把口講出嚟嘅說話令人舒服，令人願意翻嚟，願意坐多一陣，願意講心事。你想晚年有人陪，唔好淨係問仔女孝唔孝順，先問自己有冇俾人願意靠近嘅氣場。有福嘅老人家通常有一種共同特質，就係講嘢有籌地，唔會每一句都封死別人，唔會每一句都否定別人，唔會每一句都逼到人無路可退，會留面子，會留槽地。仔女做錯會提醒，但唔會翻幾十年舊賬。朋友有難會去聽，但唔會到處講。自己有好事會開心，但唔會炫耀。呢種人唔起眼，但穩穩陣陣咁追住福氣。如果你由今日開始想改，唔需要一下子要求自己變成聖人，先由一句開始。當你想講我冇用噶啦，改成我今日要慢慢嚟。當你想講你一啲都唔孝順，改成我其實好想你陪多啲我。當你想講我真係後悔生咗你，你要記住有啲傷口好難以合。當你想講某某屋企發生咩事，停一停，問自己呢件事係咪我應該講嘅。當你想炫耀自己好有福，改成多謝天多謝地，日子暫時安穩。你哋唔需要即刻完美，只需要每一次開口之前有一啲擦過，擦過係轉運嘅開始。好多人把口話轉運，日日求財，日日求貴人，日日問流年運程，但從來冇諗過改掉自己把口。其實你張嘴巴先至係最貼身嘅風水，佢比任何擺件都近。你用佢帶嚟和氣，福就近你；你用佢帶嚟冤氣，福就遠離你。想要屋企人聽你講嘢，覺得溫暖，先令自己心氣平順；想要財氣聚攏，先令自己把口乾淨；想要子孫敬重，先令自己語氣有慈悲。所謂慈悲唔係軟弱，慈悲係知道人人都有難處。仔女少翻嚟，未必係唔孝順，可能生活壓力大；老闆沉默，未必係唔理你，可能有口難言。新抱做得唔合心意，未必係故意不敬，可能大家成長環境唔同。晚輩講笑冇分寸，未必係睇你唔起，可能係唔識表達。當你個心多一分明白，把口就少一分怨，少一分怨氣就多一分福。當然唔係叫你永遠忍受唔公平。如果有人真係傷害你、利用你，你要有界限。但有界限唔等於要惡言相向，有界限可以平靜講呢件事我唔能夠接受，可以清楚講，以後唔好再咁樣，可以選擇保持距離，但唔需要用怒氣怨氣大話去處理。真正有智慧嘅人，連拒絕都可以得體，連離開都可以唔種下仇怨。人生行到下半場，最緊要嘅唔係證明自己一生冇錯，冇人一生冇錯，最緊要嘅係願意由今日開始，令自己身邊嘅人少受一啲傷，令自己積少一啲怨，令自己個心入面少一啲恨。你如果能夠收住呢8種說話，慢慢你會發覺氣場會變。以前一開口就衝撞，慢慢變成可以傾聽；以前一見面就埋怨，慢慢變成可以問候；以前仔女翻嚟好似受難，慢慢可能願意多留一陣。唔會一夜之間改變，但氣場會慢慢轉，隨地逝去。同人相處都一樣，一日講好話，慢慢就可以重建一個家嘅氣。有人可能會講，我已經講錯好多年，而家改會唔會太遲？記住，只要人仲有一口氣，就總有機會。你今晚少講一句傷人嘅說話，就少積一份怨；你聽朝早多講一句暖心說話，就多種一分福。對老伴講一句辛苦晒，對仔女講一句我以前講嘢太重。好多關係唔係唔想修復，只係等待有一個人肯先放低身段。只要肯放低架子，呢個就係積德。真正有德嘅老人家唔怕認錯，因為佢知道和氣比面子重要。你可以由今晚開始對老伴講一句咁多年辛苦你啦，可能對方表面冇反應，但個心會聽到。你可以對仔女講一句，我以前有時講嘢太衝，你唔好放喺心度。可能唔會即刻得到回應，但傷痛會慢慢鬆動。你可以對自己講一句，我雖然老啦，但我仲可以管好自己把口。呢句話好重要，因為一個願意管住把口嘅人就係願意修行。一個願意修行嘅人，晚年一定唔會太差。古人講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惡語傷人六月寒。一句好說話可以令人覺得溫暖，一句惡語可以令人心寒。呢個就係語言嘅力量。
好多人以為自己講嘅只係字句，其實聲音係一種能量，言語係一種方向。你今日講出去嘅說話會變成聽日人哋對你嘅態度。你今日用怨氣對人，聽日人哋用距離回應你。你今日用厚道對人，聽日人哋用親近回應你。因果唔一定幾咁玄妙，好多時候就係人情嘅回響。所以往後嘅日子，願各位記住，喪氣說話唔講，因為生命總有光；怨說話唔講，因為久怨會拖住心腹；惱怒說話唔講，因為一時之火會燒傷一世情。擔憂說話唔好日日講，因為未來未到；唔好先用恐懼困住自己旋欲。說話唔講，因為福氣藏得住先至留得住傷人。說話唔講，因為最親嘅人往往最容易被你傷。大話唔講，因為信字係晚年最後嘅金牌。私密說話唔講，因為守口就係守得。當一個人識得守口，個心就會安定。心定則氣順，氣順則家和，家和則富就到。你唔使四圍求神問卜，先問下自己，今日有冇少講一句怨話？有冇忍住一句惱怒話？有冇守住一次炫耀？有冇守住一個秘密？有冇對親人講一句善意嘅說話？做到呢啲就已經係喺度每日改運。改運唔一定係轟轟烈烈嘅，有時只係一餐飯入面你唔再翻舊賬，一通電話入面你唔再埋怨，一次見面入面你唔再用言語傷人。福氣就係咁樣，一點一滴留翻低。人生最後拼嘅未必係睇邊個講贏過啲咩，睇邊個嘈贏過啲咩。人生最後拼嘅係離開之後人哋諗起你個心係暖定係痛。如果仔女將來諗起你，得嘅係你一句句溫暖嘅鼓勵，而唔係鬧聲，咁比幾多家產都寶貴。如果老伴諗起你，記得嘅係你晚年終於識得珍惜，識得溫柔，咁日子再平淡都係福。如果朋友親戚諗起你，覺得你把口惡，密實厚道，唔搬弄是非，咁你呢一生就留低咗好名聲。名聲唔係人前風光，而係日後有人願意講你一句好說話。福氣唔係一時發大財，而係家人願意親近你。智慧唔係識得幾多道理，而係面對最想發脾氣嘅人都守得住一句惡語。修行唔係深山古寺，而喺每日柴米油鹽、家長裏短、病痛煩惱入面，仍然選擇唔出口傷人。講到最尾，願各位今晚臨瞓前問一問自己，今日我張嘴巴係招嚟咗福定係招嚟咗怨？今日我嘅說話係幫自己積福定係耗福？唔使責怪自己，只要覺察，覺察之後，聽日就有機會改。人最怕唔係曾經講錯，最怕係明知傷人仍然無悔。和善嘅人，天都會慢慢眷顧；溫和嘅人，屋企都會慢慢回暖。風水最好嘅地方唔一定係豪宅大院，唔一定係名貴擺設。風水最好嘅地方係一個人把口乾淨，個心有光，講出嚟嘅說話令人安心，沉默嘅時候令人尊敬。到呢個境界，唔一定要大富大貴都有福，粗茶淡飯都有安樂。晚年唔一定要人人圍住，但唔會孤單，因為真正嘅福已經住喺你個心裏面，亦都藏喺你嘅一句句說話入面。願你由今日開始少講嗰8種生福嘅說話，多留3分求地，多積3分口德，多養3分和氣。講一句好說話唔會令你少咗尊嚴，引一句惡話反而令你多咗修為。人到晚年最珍貴嘅唔係身大，唔係人人驚你，而係人人敬你。唔係因為你嘅權勢，而係因為你待人寬厚，人哋個心願意靠近。如果今日呢番說話令你諗起某句曾經講錯嘅說話，希望喺往後嘅日子有機會慢慢彌補。如果令你諗起某個被你傷過嘅人，唔好等啦。人生無常，能講嘅溫柔說話早啲講，能收嘅怨氣早啲收，能留嘅福氣早啲留。因為有啲門閂得太耐就推唔開噶啦，有啲心凍得太耐就容易變。最後送俾大家一句話：收口就係收心，收心就係收福。常說好話係